太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日照中心常常会用到跟手作课程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太嘎做，今本日也只可爱挪番薯人哦。买偏爱类似舒服的，做嘛爱按麻烦。七家做动身器，每周的训练树该经用，防止退化。系啊，这个做的卫生又好食。爱用嘅材料係也下當太出，咩係人哋從頭食嘅番薯。以前阿福卡種動到番薯哦。我先老大家講，食番薯對身體有乜嘅好處？食番薯做得加添飽足感，又做得屙屎下順。這樣唔會屙屎唔順哦。番薯有貝塔胡蘿蔔素，唔同像做得降低木足黃斑部嘅病變，做得增強免疫力。哦，我以前唔知番薯有咁多好處。大家先洗手，等下就嚟攞番薯仁，也係早晨先冰到天溫度，蒸熟嘅番薯，我先丟出來。記得愛乾手，加到番薯粉淥潤來，愛用力切到變半台。你來比賽看乜人攞到又好又夾。哎，你要睇什麼？冇關係，同樣兩粒夾定攞啊！太細摩擦太多，容易阻礙時間，就唔會有到太爛，有到有磨熟。哦，什麼先生？大家很強，番薯仁攞到當然，下晝嘅點心就用番薯仁煮本大家食咯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，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四线腔调。赵福源带学员进行手作课程，告诉大家今日主题。此时会说：今天这节课要来揉番薯圆。今日这节课要来揉番薯圆。今日这节课要来揉番薯圆。鼓励学员参与手作课程，自己动手做，乐趣多。同时眼手脑并用，会说自己做很有趣，也可以训练手部肌肉，防止退化。自家做动身器，每周得训练数位肌肉，防止退化。自家做动身器，每周得训练数位肌肉，防止退化。赵福源带学员了解材料的相关知识，会说：我先跟大家说明吃番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。我先老大家讲，吃番薯对身体有乜嘅好處？我先老大家講，吃番薯對身體有乜嘅好處？趙福源在課程中教導生活化的衛教知識，會說：吃番薯可以讓我們增加飽足感，又可以讓我們排便較順暢。吃番薯做得本人你加添飽足感，又做得本人你屙屎下順。吃番薯做得本人你加添飽足感，又做得本人你屙屎下順。趙福源在課程中會帶入一些活潑的互動，並活絡氣氛，會說：我們來比賽，看誰揉得又好又快。你來比賽，看乜人
脑多又好又假。安尼来比赛，快慢人脑多又好又假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赵福源带学员进行手作课程，告诉大家今日主题。此时会说，今天这节课要来揉番薯圆。今日了解课，我来弄番薯圆。今日了解课，我来弄番薯圆。鼓励学员参与手作课程，自己动手做，乐趣多。同时，眼、手、脑并用，会说自己做很有趣，也可以训练手部肌肉，防止退化。膝盖做动身体，每周的训练手尾肌肉，防止退化。膝盖做动身体，每周的训练手尾肌肉，防止退化。赵福源带学员了解材料的相关知识，会说：我先跟大家说明吃番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。我先到大家讲吃番薯对身体有乜嘅好处。我先到大家讲吃番薯对身体有乜嘅好处。赵福源在课程中教导生活化的卫教知识，会说：吃番薯可以让我们增加饱足感，又可以让我们排便较顺畅。吃番薯做得本安尼加添饱足感，又做得本安尼饿时下顺。吃番薯做得本安尼加添饱足感，又做得本安尼饿时下顺。赵福源在课程中会带入一些活泼的互动，并活络气氛，会说：我们来比赛，看谁揉得又好又快。安尼来比赛，看慢人脑袋又好又夹。安尼来比赛，看慢人脑袋又好又夹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